教主，我来迟了。四弟，蓝教主，东方兄，好久不见。令狐兄，咱们先收拾了此人，再好生叙旧。你的功力已经被我吸去了大半，今天难逃一死。你还笑得出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杨总管，你到此刻还想隐瞒身份吗？小妹，真的是你。小妹，什么事不能和平解决，非要刀兵相向？我要毁了日月神教和五岳剑派。丫头，老夫与你到底有何冤仇？你当真不明白？你已练成了葵花宝典，可以独步天下，根本就不需要吸星大法，其中一定另有隐情。要么，老夫与你的长辈有过节？你当真半点也认不出我来？你是？
到最后，你带着东方不败去见你的宝贝闺女任盈盈，不巧被我看见。动手吧。杨姑娘，不要再骨肉相残了。小心！住手！菲儿，你不能再用内力了。葵花宝典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练的，你的7经8脉已经震伤，随时都有性命之忧。跟爹回黑木崖吧，我帮你好好调养调养。不要以为你假心假意的想要救我，我便能放过你。菲儿，爹有生之年能再见到你，死而无憾。你当年为什么要抛下我？
小妹为了报仇，假装不会武功，甘愿伺候在旁，暗中偷学葵花宝典，还在教中建立了如此大的势力。这么多年，就连我也给瞒住了。他处心积虑，不过是为了一个亲字。这江湖人心难测，那些所谓的江湖各派，不过是伪善小人。这些我从小就知道，但我想不到，就连小妹也。这江湖武林勾心斗角，岂会有这些？真心与否，都藏在自己的心里。身处乱世，谁又能独善其身啊？我辈能做的，只有仗剑行侠，造福世人。凭一人一剑，你能救得了多少人？我要的是肃清江湖，平定乱世，杀光那些伪君子、真小人，让这个江湖不再有杀戮纷争。任前辈，私人已逝，节哀顺变。老夫能够重见天日，还要感谢向左使和令狐少侠的相助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都坐吧。不败，你对神教忠心耿耿，果然没有让老夫失望啊。东方以为教主先去，私练葵花宝典，还请教主恕罪。你是为了光复神教，何罪之有？小姑娘，我听说你嫁给了东方不败。他总说大业未成，不谈儿女私情。这下任教主重出江湖，你没有理由了吧？哈哈哈，你应该是五毒教的门人。不错，我是五毒教教主蓝凤凰。我和你的师父必有散人是故交，不知师父已仙逝多年。蓝教主这10多年把五毒教打理得十分兴旺，让五岳剑派不能踏入云南一步。教中许多兄弟也是得到蓝教主的余荫，才保存性命。他们师徒2人都是女中豪杰，也是咱们神教的栋梁嘛。任教主，我们五毒教现在还未打算重入日月神教麾下。啊，教主，此事咱们容后再议。啊，令狐兄弟，你竟然学成了教主的吸星大法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啊！起初我也不知道那是吸星大法，误打误撞，把我的内伤全治好了，捡回一条命。此事还真要感谢任前辈。你不必谢我。当时我把神功刻在石板上，也没存什么好心。练此神功有2个难关，第一是要散尽自身的功力，第二
在散功之后，短时间就要吸入他人的内力，存于丹田，再依法驱入7经8脉。如果没有老夫的指点，此人必然走火入魔。哈哈哈，你是机缘巧合，避过了此劫。这么看来，令狐兄学会神功，完全是天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这条命也是任前辈救的，小子铭记在心。令狐兄弟，你我一见如故，不如加入我们日月神教，我封你做光明右使，如何？小子多谢任教主美意，小子虽已不属华山派，但仍盼我师父回心转意，收回成命。令狐兄弟，五岳剑派如此对你，何必留恋？我呀，从小就没了爹娘。小时候，蒙师父师娘恩情，把我收入华山。名虽师徒，情同父子。如今师父把我赶出师门，一来，确实是有些事情我做的不对；二来，的确是有些误会。我万万不敢埋怨师父。令狐兄弟重情重义，实属难得呀。教主，您有所不知，令狐兄弟和圣姑情投意合，他日如果成亲，不也是咱们神教的姑爷吗？竟有此事！冲儿武功人品都是一流，莹莹很有眼光啊。令狐兄弟，神教素来与五岳剑派不和，你的处境恐怕会很尴尬。冲儿，你不必为难，老夫既不逼你加入神教，也不会反对你重回华山。多谢任前辈。莹莹此刻在什么地方？此事说来话长。烦死了。姑姑，你们来了，我们来救你了，我们来恭迎大驾，接你回家。东方哥哥派你们来的吗？来了多少人？东方少使不在黑门崖，我们知道你被囚禁，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。对，只有你们4个啊？难道姑姑瞧不起我们？姑姑，你看着，今天要把你从少林寺堂堂正正的带走。对呀，让少林知道我们4仙的厉害。对，姑姑，走吧，姑姑，走吧，走，来。任施主，东方少使还没有来，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你们这帮和尚，为何偏偏要把我美丽的圣姑囚禁在你们的寺中？恐怕是你们动了贼心，想图谋不轨吧？唐古4仙今日要为武林除害，铲除败类，誓死捍卫我姑姑的清白。你们这群白痴，
吓着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！给我拿下！如此说来，莹莹把你送到少林寺之后，便离开了。莹莹对我情深意重，无论如何我也要找到她。教主重出江湖，不久便会传遍武林。莹莹知道消息后，一定会赶回黑木崖。对，虫儿，跟我们一起回黑木崖吧。我要先去找师父师娘，把话说明白。华山派此刻应该到达福州，离此地不远。喝了这杯酒，小子就要动身了。任前辈，两位兄台，蓝教主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告辞。告辞。东方，你小妹现在已死，黑木令牌不知去向。我们接下来该从何入手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他最亲近的人，你觉得他有可能把它藏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交给什么人？咱们还是先把小妹的灵牌送回黑木崖吧。干啥？大师，桃谷四仙是为救我而来，还请放他们一条生路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让4位施主到藏经阁，听老衲讲经10日。平时虽然养伤半月有余，但是剑法却没搁下。小林子，你剑法火候不足，还需多加练习才是。是，师姐。看剑。师父师娘，弟子回来了。外面的情形如何？魔教各路人马正在赶往福建，意图对咱们不利。我越其他4派均已派出援兵，双方大大小小打了10几场。魔教大队人马已经齐聚福建，想必是为了辟邪献卜而去。师兄找我们前来，莫非是要我们去福建一趟？不错，此事我已经有了谋划，但还需诸位与我详细商议。
国华，你先撤。走啊！走，撤！站住！天门道长，玉姬子是书，多谢二位出手相助。啊，宁女侠客气，客气了。天门道兄，玉姬子是书，此次出手相助，岳某当永记不忘。五岳剑派呀，同气连根，岳掌门不必客气啊。是啊，魔教贼子敢大张旗鼓前来抢剑谱，定要叫他有来无回。说得好。鲍大厨等人一路阴魂不散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啊，定境师太跟莫大先生已经带领弟子到了福建境内，宁夫人放心吧。荒丘邪领子，你喊也没有用！救命啊！你放了我！我上去喊！你放了我吧，求求你了，放了我！对啊！哎呀！狗官，光天化日敢做这种事儿！呸！哪来的小崽子，干坏老子的好事！今天我非弄死你！你快走！呸！你敢拿朝廷命官保？师傅，我们为什么要跑这么快？还不是那个令狐冲！令狐师兄为人仗义，这么一个混账东西，你还替他狡辩！我岳掌门昭告天下，将他逐出师门，难道这是假的？可是令狐师兄，你还叫他师兄？左盟主传来讯息，说魔教大举入闽，要来抢夺辟邪剑谱。令狐冲与邪教勾结，说不定就凭借对你的这点小恩小惠，对我们衡山派算计下手。师傅，还说。师伯，这山林险峻，弟子带夷陵师妹先去探探路，以防有人埋伏。也好，千万小心。正好要去福州找师傅，扮作这狗官倒也好玩。
师妹，你干嘛非要替令狐冲辩解，惹得师伯生气？令狐师兄为了救我，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，又哪是小恩小惠了？你年纪还小，不知人心险恶，师伯也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，可是……哎，这位军爷，劳驾您让让路。我跟你俩讲，这条路上全是妖魔鬼怪，你们俩小尼姑道行太浅，别往前走了啊！佛门弟子降妖除魔乃是天职，不劳军爷费心。这条路上不只是妖魔鬼怪，还有虎狼狮子、飞禽走兽，生猛海鲜什么的。你走开！哎呀！师姐，你出手这么重，万一军爷掉下山崖摔死怎么办啊？我不是诚心的，谁想到他那么脓包了？胡说八道！军爷我，想当年驰骋沙场，威风凛凛的。我今天，我2杯，我今天，要不然我……军爷，你靠里边站些，小心别掉下去了。怎么回事？没事，遇到个醉鬼。哎，别去啊！别！哎！大家小心！军爷，你快逃命吧，我护不住你了。大家小心！上！哎呀，本将军在此，几个小毛贼算什么？来了！大胆毛贼还不束手就擒！哎呀！弟兄们，撤！走！撤！军爷，别跑！酒劲太大了，军爷，别动，没事。你没事吧？得亏是他们跑得快，要跑得不快的，我给你，小林子，走啊！军爷，
那些小毛贼呢？君夜神勇，那些小毛贼们都被吓跑了。那个，老将出马一个顶俩，这回知道本将军的厉害了吧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他们跑得快，跑得不快，知道了吧？阿弥陀佛，衡山老尼定静，敢问少侠尊姓大名？哎呀，师太客气了，在下吴天德，官拜泉州参军一职。将军武功精湛，不知师从何门何派啊？哎，我呀，上打雪花盖顶，下打老树盘根，中打哎。既然将军真人不露相，那么老尼只能是早晚一炷清香，祷祝将军福体康健，万事如意。哎，谢谢师太。那本将军也祝师太和各位小师傅一路平安，逢凶化吉。啊！阿弥陀佛。哎呀，给君夜。谢谢小师傅。走了。哎，四位涛兄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你们4个往日里啰里吧嗦说个不停，怎么今日被人点哑穴了？方正大师，4位施主，你们要是不诚心，老衲就让你们在这里多待个1年半载。师伯，屋里空空的。知道了。依林，你随我在此等候。是。其他的人分为4个人一组，到处去看看，切记不可分散，一有敌情，吹哨为号。是，师伯。跟我走，你们跟我走。依林，走吧。怎么样？没人？里面也没有。师姐，什么都没有，饭菜还有些温，这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我太师傅不戒大师治好了我的内伤，我奉他老人家之命，书本都是佛门弟子，让我去少林寺拜会一下，没想到圣姑竟被囚禁在此。方正大师，18罗汉，一文一武，难逢对手。4位涛兄，咱们广邀天下英豪，就不信踏不平他一少林寺。对呀，说的对啊！以我们4仙的面子，能请老多豪杰了。对，走，走，帮忙，走。
娘，儿子。令尊的遗言是，林家有祖传之物，藏在向阳巷老宅中。师傅，请。师傅，老宅10几年没人居住过，灰尘不免大了些，但好在地方够大，足以住下2派的师兄弟们。好啊，平之贤侄啊，此时此刻安排食宿并不重要，关键的是抓紧时间找到辟邪剑谱啊！啊！于前辈，令狐冲转告晚辈的遗言，只说剑谱在向阳巷老宅，但并未说过具体的位置，所以，我也不知道剑谱在何处。没关系，平之，今天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一个房间好好休息。请。走。为何连鸡鸣狗吠之声都听不到半点？师伯，我好怕。有师伯在，别怕。走，师伯陪你。师叔，辟邪剑谱乃是华山之物，你怎可起了贪念呢？哼，我们千里迢迢赶来，助华山抗敌，共享辟邪剑谱，乃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师叔，依我看来，对付歪魔邪道是每个名门正派必做之事，你怎可当作交易啊？况且，来援手的又不止泰山派这一派。正因为其他3派没有到，才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。对于这种趁火打劫的事情，贫道做不到。你如此的迂腐，将来我泰山派一定会毁在你的手里。哼！师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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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，师伯，师伯，别说人了，连畜生也没有一只。许多屋中香笼打开，值钱的东西都没了。这里处处透着古怪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说不定，今天晚上的魔教妖人就会大举来攻。师伯，咱们可以将镇上各店铺的灯都点起来，让敌人们摸不到咱们的位置。去吧。是，师伯。跟我走。师伯，弟子带人过去瞧瞧。好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立刻派人汇报。你们2个留下。师姐，小心。你们也要小心。走。今晚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。你们守在这里，千万不要离开。师伯，
怡清，一和，魔教盗贼，有种出来决一死战，装神弄鬼，算什么好汉？怡清，一和。师太，嵩山派的朋友来！师太，兄弟们，撤！别追了！多谢各位嵩山派的师兄前来相救。师太客气了。魔教妖人诡计多端，让我大意中计，众弟子下落不明，还请各位师兄出手相救。师太见外了。五岳剑派原本不分彼此，只是最近见面的机会少了，很多事情不能联手共为，使得魔教死灰复燃，气焰日甚。师兄说的是。合则势强，分则力弱。若是我们五岳剑派能够合而为一，这魔教固非咱们敌手，就连少林和武当这些名门大派也是远远不及咱们的。五岳剑派已经结盟，还怎么合而为一？左盟主有个心愿，就是将如意盘散沙的五岳剑派合并为五岳派，不知师太意下如何？陆师兄所提之事，应该去跟掌门师妹去说。老尼还要去寻找本门弟子。告辞。陆师兄，这是何意？魔教有备而来，若贸然前去，只会着了他们的道，不如从长计议。待五岳并派大事商定，救人之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你们这是趁人之危，逼我答应。师太如此想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两派合并之事，凭你做不了主。只要师太答应了，陆某保证，衡山派门户有你执掌。左盟主好深的心机，与魔教争夺辟邪剑谱为假，逼迫各派答应合并为真吧。
定睛师太有勇无谋，果然中了敌人的诡计。师太，既然这么不识大体，请便吧。有啊，什么人？哼，大胆狂徒！本将军在此，你们。君爷，走，滚！这位君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赶着去那个泉州上任吗？路过就碰见你们了。你说咱们有没有缘？师伯，师伯，各位嵩山派的师伯，你们可见到定境师伯了？哎！朝廷命官，看见我还不快跪下！哟，原来是位官爷。失敬失敬。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你有龙阳治好，我来不了这个。七星大法！江湖盛传，魔教教主人我情付出，难道是阁下吗？任教主武功高强，我们不是敌手，告辞。走，走。君爷，君爷，君爷，你是？我是吴天德，官拜泉州府参将，马上赶着去上任。我这个师伯，师伯。师伯，师伯，师太，你没事吧？要，师伯，
师伯，师伯，是太对不起我来晚了。将军，麻烦你把他的人送到福建吴香庵。师伯，师伯。掌门师妹会在那里接。师太放心，拜托将军了。师伯，师伯，师伯。